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睇下小鷹琪琪嘅故事。佢好想飛，但係遇到啲困難呀。琪琪慢慢長大啦，佢喺雀巢度拍下翼，好想學飛。鷹媽媽就喺旁邊睇住，有啲擔心。鷹媽媽驚琪琪會跌親，於是揾咗好多軟綿綿嘅樹葉同羽毛，將個巢包到實一實。琪琪望住好朋友小雀皮皮喺藍天度飛嚟飛去，心入面好羨慕，但係佢冇勇氣行出去。每次琪琪想行近邊緣，媽媽都會叫佢返入去。琪琪覺得自己永遠都飛唔起啦。呢個時候，樹爺爺溫柔咁同琪琪講：唔試過，又點知自己對翼有幾強壯呢？聽到樹爺爺嘅鼓勵，琪琪決定勇敢一次。佢慢慢推開身邊嗰啲厚厚嘅樹葉，琪琪終於行到樹枝邊緣。佢深呼吸一口氣，準備迎接屬於自己嘅天空。琪琪勇敢咁跳落去，一開始雖然有啲搖搖晃晃，但佢努力拍打雙翼，成功啦！琪琪終於喺天空度自由飛翔。其實只要勇敢踏出第一步，你都可以做得到。